Hello，我係美聯物業 Albert 關。我今次介紹呢個環貿中心，佢位處於中環嘅蘭桂坊同埋大館之間。我哋一齊上去睇睇啊！環貿中心位處於中環蘇豪區，從蘭桂坊過嚟都非常之方便。大廈附設多層停車場，入邊有多間嘅著名教育機構同埋大公司進駐本大廈。今次介紹呢個環貿中心呢個大單位俾大家睇睇。單位建築面積4100幾平方尺，有3面單邊。呢面窗可以望到中環中心及中遠大廈呢一邊海景。而呢面窗可以望到西半山嘅豪宅區景色。單位有齊寫字樓嘅裝修，有多間房間、會議室，可以容納10幾20個員工喺度上班工作。呢個單位咧實用率好高，接近80%，有3面單邊。嗱，呢邊窗咧就望到呢個成個中半山嘅豪宅區景色啦。嗱，呢個單邊位係非常之開揚。環貿中心有另一個向堅島嘅電梯大堂，往返中半山嘅住宅區都非常之方便。如果你對環貿中心呢個樓盤有興趣的話，記得 call 我 Albert 關，打呢個電話號碼揾我就得㗎喇，我一定可以幫到你。